喂，麦克气啊！大家好，我是阿翔。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一个教案。这个教案是我去甲四大画图的时阵所做的一个课程。这个教案的主题是啥呢？这个教案的主题是甲情绪有关系的。通常呢，这种或者较无形体的物件，学生可能会拄到一寡困难啦。所以今日就来甲大家分享讲，这个课程是安怎来进行的。首先呢，我是甲因讨论讲，阮今日的主题是一种你感受会到，大家人拢感受会到，但是你看袂到的物件所以大家都有一寡想法讲是啥？上摆有人讲老师，阮今日要来画感受我讲足接近嘛阮今日要来画情绪情绪包含啥物咧？快乐悲伤郁卒还是讲人神嘛是一种情绪嘛。其实情绪这个主题，袂讲做罕见的啦就是大家人拢感受会到嘛所以主要因会较大会拄到的问题是讲，伊要安怎甲表现出来就是感受情绪是无问题但是要安怎甲情绪画出来这是学生确定会拄到的一个需要去帮伊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就把这个课程分做两部分来上啦。第一部分是做一个素描的练习，第二部分则是做较正式的创作就是讲这较抽象较抽象的物件。阮一开始学生，包含阮家己嘛是拢头壳拢是空的所以需要透过一寡讨论甲视觉的刺激互伊去想讲伊会使安怎来做所以一开始我是先大概分一张 A4 的影印纸就甲因讨论4种情绪分别是快乐悲伤郁卒甲迄落平静这4种一开始我就请因讲好来，譬如讲阮即摆来讨论快乐的情绪请问大家啥物时阵会有快乐的感觉咧就讨论一寡生活的经验再佫讲来，这有一块蜡笔这个蜡笔内面你紧一个就是你感觉是快乐的情绪的这个时阵就有无同款的选择有的人是紧蓝色有人是紧青色嘛有人是紧红色所以其实我是希望讲这个课程伊是毋甲同学引导去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就是讲伊在这个过程透过无同款的选择去发现啥物是较贴近伊家己身躯的感觉的物件景色景好了后一个问题就是讲要安怎画嘛情绪有做一款的表现的线条甲形体啦所以这嘛就是讲我就甲讲恁就学白话当然我就是有互因一寡小小的一个一个方向啦比如讲你平静的线条可能袂当伤乱你若愤怒的心情你就是一定爱较杂的嘛对无都这个大方向但是就互因凊彩伫这个纸头顶去撇所以阮就4种无同款的情绪所以有换色嘛有无同款的线条所以你看这张其实你这4种分隔出来，你就感觉足明显的第一种是色水嘛第二种是线条，虽然有的线条是重复的啦就是拢是圆箍但是圆箍隔较宽甲足密的是毋是就体会出还是讲做出无同款的这种情绪的这种角度所以其实学生是会当去了解因为这并袂讲真正是遮困难的一个形体只是伊爱愿意试这是第一部分就是做这个素描的练习练习了后其实这个阶段大家头壳都开始有一寡物件包含色水形体就是先有第一步的经验，虽然是做侪人是学白话但是这学白话你嘛要认为讲伊是足重要对学生来讲
第二部分呢，阮就是分一张8开的画图纸，一开始我先请因用这个纸胶带纸的贴布，甲这张纸分做4格4格咧要安怎分拢会当所以就是互伊家己去思考有的人就是较单纯，有的人是小可做变化4格了后咧阮就开始讲，后来阮来即摆甲拄仔的练习做一个较正式的表现所以阮嘛共款讲，来，阮先对快乐开始但是你就会发现讲，有的学生伫即个阶段就靠意识去做即个画图的表现啦阮来看即张即张其实你4格真明显就会使感受到4种无共款的情绪咧内面而且伊毋若是色水尔伊色水阁有分深浅深浅分了，伊伫头顶阁有塔线条这线条有的是较乱的有的是浅浅薄薄，看会到，阁敢若看袂到有的是较精细所以这是其实都是伊对情绪的一种感受进一步咧，伊甲感受甲转换做视觉的表现阮就讲这是较有一种质感的表现啦毋是敢若色水甲形体尔所以这都是有的学生会转换较紧若转换较无较紧的其实我互因的目标嘛做明显的，就是请你甲这4格擦互甜啦你就是爱用拄仔阮试验过色水想办法你甲擦互甜所以有的人嘛是安尼真正擦甲甜但是伊有去见识伊在色水内面个有伊的就比例无共所以其实我嘛感觉讲，这嘛是一种情绪的这个模样嘛后一个咧，阮来看即张即张其实我嘛感觉做了袂歹即张互我的感觉就是讲伊去表现出情绪嘛有迄落质感的感觉但是就是讲阮咧感受一种情绪的时阵，有当时毋是遐尔绝对的就是讲快乐就快乐，欢喜就欢喜，生气就生气尔无一定有当时阮快乐内面阁有一寡郁卒这是做定的感觉会到的所以我咧看伊即幅图的时阵，我就感觉讲，伊咧表现情绪即件代志的时阵，毋若是就是干迄种情绪尔啦敢若内面阁掺一寡无共款的感受咧内面所以伊就是会有一寡点一寡无共款的色水，然后甲组合做伙也是敢若有看到，敢若无看到的一寡空棚我感觉这动画嘛画了真好嘛有人进一步是用这符号的啦就是笑面生气的面郁卒的面其实我拢最爱因安尼黑白画出来物件，当然因是做认真的画啦只是讲大家拢想袂到上尾会变做这个模样阮来看即张想要就是即张你来看讲其实伊的4种情绪可能毋是做明显的但是我看起规张迄个作品就水水好看所以这个学生就是伊就是做教老师的一个指示，就是讲甲擦互甜但是伊咧擦互甜的过程当中，伊嘛拢做认真咧做变化所以即张作品虽然无表现出做明显的4种情绪，但是我认为对学生来讲嘛是一种做好的色彩甲形式的练习其实画图就是安尼啦，计划你就有愈来愈侪工具嘛这个工具就会累积在你的身躯内面变做一种你的物件但是你就是爱伫画所以虽然这个主题伊无讲完全去发挥出来但是我感觉伊伫咧这个美术的训练头顶，画图的训练头顶一定是有一寡进步所以今仔日的教案就是甲大家分享一寡你咧带学生毋管是大是囡仔是一般的大人其实这个练习拢会当去试看卖就是要安怎甲无形体物件来画出来这就是爱需要一寡
我感觉上重要的是，迄个过程，大家爱放互开，试看卖去看有一寡线索无，紧诶掠着迄个线索去，后师爱甲学生甲鼓励讲你着照这样咧试看卖，你个擦到较甜诶，水佫甲换较有变化诶，伊着豆豆一个模样着安尼生出来好啦，你啰里啰嗦讲遮济，就是多谢大家收听啦，以后阮若有闲都搁来甲大家加分享即种艺术的教案其实我嘛足够诶啦就是希望大家感谢大家包涵我是中山会阿香，阮后回再相会再会。